哈，奇怪，啲點樣去晒邊度呢？一定係搞軟對抗。豈有此理！梗係以為我堂堂太空油管，冇你哋辦法拿。咪臭閪，冇奶油啊！好似搞到我支硬轟轟大駁炮啞晒火咁。就等我刮晒你哋出嚟，一於親自挑近啲，行個靚必，誓要去入刀山。咦，橫罕有嘢。好多太空油渣，咁多太空油渣攤晒喺度，應該有嘢發生啦。冇諗有錯，班點樣一定就喺附近冇走雞。哈哈哈，就喺前面，果然俾我料事如神，成個太空人咁幾有型，橫行馬路，蟹迷迷喺度漫遊，好飄咁喎。calling，發現太空人，發現太空人，出動啦！太空油壓臂，停！油壓臂師傅有任務，執行任務，行動開始，轉移太空人，太空人進入太空艙，進艙完成。塵歸塵，土歸土，飄出馬路離晒譜，誤入歧途太空組，跟團漫遊貪口爽，高端窮遊得條路，送賣一程游水好，勝你為新方立倉，回頭唔使問點解，無人無物講拜拜。